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9号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增加8例境外病例，华航传出一个技术未着病，一款新的变种病毒奥密克戎对南非传出来，全世界拢真紧张。大陆冷气团明仔载南下气象局表示，北部一直到拜六礼拜拢是湿湿冷冷的天气，温度上低只有10度左右。伫台湾爱沙尼亚、拉脱维亚3个国家的国会议员联合访问团来台湾，早起嘛甲总统蔡英文见面。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案例，是有8例境外病例。指挥中心嘛宣布讲，11月30到12月13号，嘛是佮继续维持离基金界跨年活动，防疫办法是佮去年同款，会随时来检讨改进。另外，做第3档疫苗的规划是让半档以后第档做；青少年是让12个礼拜第档做第2档。12月初1开始嘛，增加4个高风险的国家华航有技术传出讲有一个技术未着病，那么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步上届新的说明。说我们的本土病例跟死亡的个案今天都0那境外移入有8例。那我们大概从11月就从明天起到12月13日我们仍然维持全国仍然维持2级的警戒岁末跨年的大型活动的防疫的准备那基本上还是跟去年是一样所以整体对于活动上面的一些相关的限制或是规定基本上都是会滚动式的检讨那基本上是建议是要打第2剂间隔的时间以12周为准第2剂之后的6个月可以开始来追加接种第3剂。风险比较高的那而且是在保护大家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所以应追踪的对象就包括了65岁以上的长者。那我们今天再增加4国，从12月1号0时起，增加马拉维、莫桑比克、埃及、奈及利亚。16707那它其实在这个11月28号有出现这个喉咙痒相关的症状，那个也刚好就是在他居家检疫5+9的5这个期满的时候做采检，所以当天也就采检确诊 CT 值是28.5。最近国际上出现新的变种病毒，叫做 Omicron。专家是认为这比德尔塔病毒更较厉害，互全世界拢真紧张。这款新的变种病毒是对南非传出来，南非的医师表示讲，目前未着病人拢是轻症较侪。荷兰嘛通报讲有一台对南非飞去荷兰的飞行机，验出13例拢未着 Omicron。本地经开放边境的以色列嘛宣布讲，对礼拜暗时开始禁止外国旅客入境比利时嘛是全球头一个因为 Omicron 随封锁边境的国家。感染新冠肺炎新变种 Omicron 的患者症状拢真轻微，这是南非医学会主席科兹的观察。伊讲，伫咧夜诊所有7位确诊的患者出现甲德尔塔无啥共款的症状，然后会痒、打、会扫，不过症状拢来了真紧，也恢复甲真紧。Our positivity rate is 9.2%. Yes, it is more than we would have loved it to be, but looking at the mildness of the symptoms that we are seeing, currently there is no reason for panicking. The most predominant clinical complaint is severe fatigue for 1 or 2 days, with then the headache and the body aches and pain. 愈来愈多国家对南非提出禁行令，南非希望各国一旦解除限制，因为也警告各人爱护面对第4波疫情的准备。Prohibition of travel is not informed by science, nor will it be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the spread of this variant. To immediately and urgently reverse their decisions and lift the bans. If cases continue to climb, we can expect to enter a 4th wave of infections within the next few weeks. 正经南非飞荷兰阿姆斯特丹航班600位乘客，有61个人体检阳性。这么个发现，其中有13个人感染的是 Omicron。离飞荷兰实施国家严厉封锁，餐厅、酒吧、非必要的商店自晚暗5点到加登到透早5点拢关起，至少实施3礼拜。以色列离飞开始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We came back flight from London. We made the PCR checks right now at Natbag. I heard at the flight, I heard from Israeli people that
maybe we might be at quarantine 3 days. 以色列顶个月也对外国旅客开放国境，即马为了要应验 Omicron， 也是第一个封锁边境的国家。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变种病毒 Omicron 已经看到真侪国家了，有专家是表示讲，这款新的变种病毒有可能验未出来，建议 PCR 采检的标准得爱修正。另外，国内有将近3成的老大人，阁还未注第2档的疫苗，医师嘛呼吁大家爱赶紧去做。新冠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来势正强，国内有动物学专家指出，这个全新变种病毒甲原始武汉株比起来，有超过50外个变异点，其中30外个集中伫个病毒表面的1-2倍，真可能增加采检错误率。建议咱 PCR 采检应该爱修正。我们在做检测的时候，主要也都是以这个病毒的 S 蛋白为做标的，但是因为它的变异突变的位点呢，已经比原来的这几个病毒都要来得多，所以言下之意就是有可能会产生一些错误率，然后造成这个伪阳性跟伪阴性的这个发生率呢，可能会大幅的增加。最近疫苗较无人要做，有医师烦恼部分问诊，多人坚持无要做疫苗，除了因为本土疫情转好，也烦恼做疫苗出现副作用。按不面对新型变种病毒，医师建议老大人甲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至少爱做一剂 mRNA 疫苗，不止保护家己，也承受上低副作用。你有打过疫苗还没打过疫苗，你在感染上呢，其实你的重症机会就会差10倍了。所以呢，你有打疫苗了，你就算感染了，你的重症机会就会减少到没有打疫苗的1/10。所以呢，起码希望大家先打疫苗，让你的身体能认识这个病毒，之后再接触这病毒呢，哇，就比较不容易变成重症。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统计，到11月1日为止，做完整疫苗较加2大对象，一个是75岁以上老大人，另外一个是长照机构人员甲受照顾的人。两剂疫苗注射率拢只有7%。指挥中心阁呼吁赶紧做疫苗，千万唔通等到疫情来才要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受到东北季风减弱影响全台湾的温度今仔拢较小热一点啊。也毋过，大陆冷气团明仔载南下，中央气象局是表示讲，北部的温度会降真济嘛拢会真湿，一直到拜六礼拜温度只有10度左右。天气真好，还阁小可小好。29台北的天气袂歹，毋过好天气就要来发生变化咯。30有方面会快速来通过。大陆大冷的空气会落南，北台湾的气温下落，并且会伫12月初1发威。我们预计第一波低温会出现在礼拜3的清晨，北部、东北部有机会下探到大概13、14度左右，所以它可能是一个大陆冷气团的等级。中南部的部分的话，在礼拜3清晨也大概会有在15度到17度的低温。气象局讲，这波冷空气，北台湾平地上界冷，有可能会来到10度这卡兜；竹苗平地甚至有可能会搁较冷。就算讲伫个初2会转到较大冷，不过透早透暗的气温也是真低。预计在礼拜4清晨，台南以北宜兰可能会下探到12、13度左右，其他地方高屏、花东也大概在15度到17度。整个12月1号的话，算是冷空气影响我们最为明显的时候，其中在北部是整天比较偏冷的状态。气象局强调讲，对初2开始到初4，各地拢真好天，日时的气温会豆豆回升，不过暗时因为这个辐射冷却，透早透暗也是会降到真低，所以这个气温变化真热闹，请民众都要做好御寒准备，就要穿较少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总统蔡英文早起接见波罗的海3个国家的国会议员联合访问团蔡英文表示，台湾甲这3个国家拢是对威权走向民主，拢是追求民主自由的价值，望讲未来当有愈较侪交流。立陶宛的国会友台小组的主席伫致辞的时阵嘛表示讲，立陶宛的人民支持友台的政策，未来除了会强化两国的伙伴关系，嘛望讲会当来促进咱台湾甲欧盟的关系。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3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国会友台小组，头一摆共同组团来台湾访问。总统蔡英文29接见包括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主席马尔德基斯、拉脱维亚国会友台小组主席福灿、爱沙尼亚国会友台小组主席杨森在内，来自3个国家的10位国会议员。蔡总统强调，台湾和3个国家拢是对威权统治走向自由，希望未来会当发展更较好的友伴关系。
国发会龚明鑫主委上个月率领经贸考察团访问立陶宛，签署了6项合作备忘录。未来我们也期待和拉脱维亚及爱沙尼亚在各领域都有更多的合作交流。我们和渤海3国都走过威权统治、争取自由的道路，也都深刻的了解民主的得来不易。蔡英文特别强调，咱国11月伫立陶宛设立代表处，明年初立陶宛也会在台湾设立代表处。代表访问团发言的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主席马尔德基斯回应表示，立陶宛政府即摆友台政策是得到民意真大的支持。There are lots of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countries. A long-term, stable, and efficient cooperation is possible precisely because our societies are based on the same principle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rule of law. 马尔德基斯强调，立陶宛和咱国对民主法治、个人权拢同款的价值观，会当发展经济、个文化的长期稳定合作。也希望立陶宛未来伫台湾设立代表处了后，若是两国双边的关系，也会当互咱国和欧盟的关系有进一步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防部昨公布，中共一共有27台战机飞来台湾海域，其中有1台是头一届出现的空中加油机哦。今仔早起又有中共军机飞来咱国的西南空域，国防部长邱国正是强调讲，今仔早起空军新一台高级教练机、永鹰直升机头一台的量产机哦，嘛已经对台中的青泉港基地起飞，降落伫台东的志航基地咯，已经正式交机咯。中共军机继续交代28，国防部公布中共上新交代战机的架次，一共有27架次，包含轰炸机、通信电战机、加歼十六战机，还有一只由运输机改装的运油20空中加油机。军事专家认为，这摆中共真侪架次都将做合机型的军机交代行动。一方面是发出不满国际之间支持台湾的政治信息，一方面也展现有能力包围台湾全岛的能力。它这一个曲线呢，到了东南空域之后啊，它还有点向北边飞了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意义非常明显，有对台湾形成战略包围的态势。中共运油机真罕见出现伫台湾东南空域，而到早起又出现一摆。国防部表示，共军交代无停止，咧对国军做管停相互战，不过咱有应对的措施。它的机型、机种啊，我们会掌握，当然它有它考量。我们都会做一个研习，做以后一个行动方案的这些参考，都持续在做的。在这强机一直交代情形之下，台湾空中新一代高级教练机，第一只量产的永鹰号1101正式交机，自到早起10点外降落台东志航基地。不过军事媒透露，用要伫同一时间透过无线电广播，佮听到强机佮一摆交代被距离，意图无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咱来看台中有一名65岁妇人人，昨去台中的和平爬山，煞跋落山，后来救援人员是甲这个妇人人爱落山哦。因为最近台中的山区意外是真多，市政府嘛呼吁民众爬山要爱注意安全哦，上好嘛要有专家带路。消防人员伫咧黑暗当中找到摔落去山坎的妇人人，不过受到地形的制限，救援的难度是真高。小心旁边石头会动哦，小心。65岁姓刘的妇人人对登山队日爬来到台中市和平区八国关7项之一的东宝山林道，结果煞触落去山坎，摔到头壳，着伤流血。消防队赶紧上山救人，先将妇人人的空喙洗好清气，止血了后，再佮将伊挨落山。大约下暗6点，登去到登山口，赶紧送妇人人就医治疗。接触伤患之后，发现伤患意识清楚，脸部、头部。胸部、颈部还有多处擦受伤，顺利的将人员背负到林道上面，并以人力轮流接驳的方式顺利将人员带至登山口。根据台中市消防局的统计，自2019年到今年10月底，发生伫咧台中市的山区事故就166件，动员救援的人力是1578人次，其中前5大山区事故的地点，国关7项就占4个。市议员林基峰认为，市府伫咧疫情后推广2021国关7项深入台中的活动，袂当干那顾推广登山旅游，煞无顾民众入去到山区敢有安全的疑虑。我想行销观光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
我们在整个山难的这个防治，甚至于宣传上，台中市政府似乎应该要更严谨来面对。有关气球活动历年皆规划宣导讲习，并逐年增加场次，经110年采线上讲习认证，并提供加码奖励。关渡局强调，国关七雄算是中级的山，爬山的难度比一般的登山步道较悬，推广登山活动会以安全做第一考量。接落来嘛继续加强山友的安全宣导。记者综合报道。高速公路交通局今年的10月份到10月份，公停车红龙的意外有70件，有31台肇事的车辆拢有自动驾驶的功能哦，嘛拢是2档内的新车。高速公路局嘛呼吁驾驶哦，讲台湾目前市面上自动驾驶的系统哦，有6种的状况是无法度应付，所以驾驶嘛必须要家己注意，才袂发生意外。今年4月份，国道有一台白色的特斯拉，看到远景咧指挥，伊拢无减速，从安对面安尼甲冲起哩、弄起哩。警方调查，这个驾驶伊无啉酒，不过伊的精神无好，伊就开自动驾驶系统，才会来提示车号。除了讲交通意外，根据统计，今年的1月到10月份，国道顶悬的施工车，还有风浪车，因风浪的事件拢总有70件。其中有31件肇事的车辆，拢是有辅助驾驶系统的功能。当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说当时的这个车辆是开启这个辅助驾驶，然后可能驾驶人他就没有在注意情况的一个这个状况。但是呢，从这个比例上，我想可能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就是说。有这个辅助驾驶系统的车辆呢。高公局呼吁驾驶，就算讲有开自动驾驶系统，嘛是爱张持路况，因为有6大情况有可能会让这个档无法度来启动，亲像和头前车车速差伤过大，还有头前车是动起来的状况，还有起落架、弯道，头前车无驶伫车道正中央。车有向弄入来的情况，还有头前车若是讲向斜向，特殊形状的车辆，还有奥多麦，若是以这款特殊的气候，拢有可能来造成这个辅助系统无法度来准确预测。车辆辅助驾驶系统只是用来辅助，它并不是自动驾驶。我基本上目前市面上车辆还没办法做到所谓自动驾驶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说驾驶人还是要随时注意前方的一个路况。高公局呼吁驾驶，唔通伤过头靠势这款辅助系统。假使驶车的时阵，双手若是离开环岛路，安尼就算讲是危险的驾驶，会当处6000至2万4的罚金，还佫会当甲这个车牌甲吊6个月。假使讲若是因为安尼肇事，驾照就会互吊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有一个农场，因为去年有2届互验出讲有农药的残留，已经互有机的检验机构停权了。也毋过，这个农民选去买其他的有机产品，甲标章加落来，搭伫家己的产品顶头交互农会。过去当话伊拢安尼做哦。警方表示，至少有250公斤的小白菜、高丽菜、顶菜丝，拢已经食落去学生仔的腹肚内咯。来到台南这间农场，警方伫内底发现过期的有机标章，佫未少已经搭起哩伪造的有机标章的蔬菜。这菜本来要卖去当地农会，佫转卖到2间国中，互学生当作是营养午餐的菜。但是因为学校营养师发现地下顶的有机蔬菜标章乃会破，进一步来查，才发现原顶农民的资料甲有机认证标章的资料是无共款的，报警来处理。将包装袋上的有机认证标章剪下，再透过制品伪造这个外标识单，将2者粘贴于重新分装的有机蔬菜包装袋上，出货给学校以及农会使用。警方发现这位农民过去捌通过有机认证，去年9月因为农药残留，互第3公证单位停权，又佫无想要失去的通路，才买来其他合格的有机蔬菜，伫原顶的标章改加落来了后，搭伫家己所种的菜园顶，卖互唔知影的农会。时间有1年遮尔久，至少已经卖出250公斤的小白菜、高丽菜等等的菜，嘛已经互学生食落去。我们高雄市有2个果菜市场，一个是凤农，一个是果菜。我们去批发的时候，他有这个有机的，我们就会给他买。有机哈，比较会柔软，你也可以这叶啊，你也摸，你摸下去会很软很软。是在前往高雄的传统市场，花商讲有机蔬菜确实会当为当地农会买到，但是甲一般蔬菜比起来，价销上少贵2倍以上，食起来口感嘛较好，有一寡菜叶啊嘛会较青。不过警方嘛提醒民众，买来有机蔬菜标签若有拆落来，佮搭起哩，也是毁损的状况，得爱注意，较袂开个较侪钱，敢若买到一般的蔬菜。记者王刘婷、陈汉坤报道。
国内通货膨胀是愈来愈严重，嘛，造成物件拢准备要起价。为着要稳定物价，行政院拍算要对汽柴油加大量的物资来降税哦。财政部长苏建英早起伫立法院表示讲，只要行政院落指示，就会随来启动相关的办法，上紧这礼拜就会开始。物价起袂煞，通货膨胀压力升悬，也互各界关心大众物资是毋是调整关税。早起财政部长苏建英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表示，行政院这2天就会做出决定，若收到指示了后，就会马上启动。快的话，10月1号就要实施；慢的话，1月1号开始实施，这样解读对不对？我想这个部分只要是行政院政策决定我们就可以马上启动并不一定要等到1月1号。那最快可能是这个礼拜就可以来做了。为压制物价，况且行政院物价小组讨论调降大宗物资的税率，包含汽柴油货物税想要降1块，小麦6.5%关税想要降甲免税，毋是大宗物资的句话，即麦关税每公斤10块可能减半。国发会主委龚明鑫表示，物价稳定小组确实有讨论大宗物资降税议题。稳定物价小组的确是有讨论这个议题啦。但是最后拍板的话，大致上的规划跟讨论已经差不多，但是还是要院来做最后的拍板。一个是价格比较高的，另外一个是有降税空间的，来做一些讨论。龚明鑫强调，主要也是针对部分起价较济产品做讨论，而且符合降税范围来讨论。部分产品虽然有起价，不过关税已经是0，所以无降税空间。记者综合报道。4大公投12月18日要投票，侨委会委员长董正元讲到讲有真侪台商拢真烦恼，讲台湾若是禁止内地进口，会影响到台美的经贸关系，阻碍台湾加入 CPTPP。也毋过那赢人数是真不满质疑讲伊违反行政中立。国民党的立委嘛批评讲政府欺骗台商会，逼台商表态。董正元是表示讲台商关心公投真合理，这政府嘛必须要说明立场。4大公投正做拿力交手的主战场，和海外台商的立场铺就台面。侨委会20届台商总会长举行视讯会议，讨论台美经贸关系。侨委会委员长董正元讲到，台商烦恼禁内地进口将阻碍台湾参与 CPTPP， 引起内野不满，批评行政无中立。国民党立委温玉霞立稿对准董正元，强调台商有铁的纪律，也都是无介入政治，批评政府毋通将台商会当作是细汉的。加拿大伊嘛讲我毋知啊，结果看毋熟悉，伊就下线，好几回就下线。没有加拿大的总会长，没有这个总会长。第二个，我们所有的委员有没有急于表现？你不应该造成台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总会长都从头到尾在线上，而且到最后我在做总结的时候，我说大家对于这个总结有没有意见？大家都没有意见。过去20-20年，他们也都使用来租，所以都没有任何一个案例造成健康上面的一个影响，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他们亲身的经历。董正元表示，台湾加入 CPTPP 是重中之重的议题，对于内地公投可能影响台美关系，引起台商关切。政府身为公投的一方，有必要讲清楚政府的政策。另外，美国、欧盟、立陶宛小联赛有议员来台，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可见台湾的良善民主，互世界看到。立委追问总统蔡英文临台敢是要访问欧洲？我们的良善，我们的民主是被看到了，也因此欧洲很多国家都愿意跟我们来进行交往，或者是提升关系。持续观察，但是目前没有任何规划。另外，咱国友邦洪都拉斯总统大选结果特别出来，吴钊燮强调，台湾未介入洪都拉斯内政，甲两党拢有密切联系，继续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超商的店员互人客抬死，互社会真不安。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警方会用大数据的分析来分析巡逻的路线，加强部分所在的安全哦。嘛讲，警察巡逻的时阵，卖当伫超商内底来食饭，互大家看到警察。最近治安事件常常发生，连款倒挂罪案也变作防攻击的对象。应该安怎强化治安，避免危害搁再发生，才做内政部目前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长徐国勇指出，会利用大数据调整巡逻路线，而且为着提悬记警率，
佫提出新的方法。有一些县市都已经就巡逻各方面做出一些调整。那他们现在就是也有调整，有的员警他也会主动往超商，去那边吃个午餐、吃个晚餐或吃个宵夜等等。那这个我们都不禁止，这个也可以在很多的面向增加超商的见警率，那也增加超商的安全哈。这个要加热。好。半暝时啊，桃园地区的4个警察到辖区内超商买物件，直接伫用餐区坐落来食，也顺续向超商店员宣导保安系统。共阵的民众立守望上组队长陈武庆也替环境啊水指导使用方法，通应付紧急状况。警政署鼓励警民合作，不过守望上组队敢需要穿含警察相像的制服，引起讨论。制服或什么的，应该有一点点要像回到以前，跟这个警察的制服不是完全一样。但是有点像。这委员你的意见啊，当然每一个所在人因家己的做法，人有的要穿背心，有的要穿他一个识别的，他们甚至他们自己的做法，让因家己去处理啦。立委张宏禄也建议，超商柜台的开放空间会当改造半密闭式，增加安全度。徐国勇表示，这部分牵涉到较侪面向，已经交予经济部和各部会研议。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长王国材之前讲到讲，希望高铁将来当设立在车头，就会当宽道路。也毋过有人质疑讲，东部人口只有100多万，即马阁有少子化的趋势，敢真正有需要？部长今仔是强调讲，高铁宽道是未来的目标，现阶段会先以解决代替完成东部快铁为主。交通部长王国材高铁宽道20站的讲法，阁引起讨论。目前高铁西部12站扣除评估当中的宜兰甲屏东站，表示未来还阁可能阁设6站。学者批评东部发展有特殊性，加上未来人口老化，囡仔生较少，根本是无法度支持营运。交通部长王国材强调，交通建设有无共款的阶段，高铁宽道是完成的目标。2050年，全世界是这个零碳的这个排放，所以公共运输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必须有一个远程的目标。那这个远程的目标，当然当做我们在铁道建设的一个基础，但是近程跟中程还是以东部快铁为主。王国材认为，因应2050年全球零碳排目标，公共运输扮演重要角色。不过，前交通部长何振南表示，公共运输是非常多元，还阁考虑环境这地区的特性。这无代表高铁都要服务到每一个区域，而且应该由铁道局全面来计划整合公共运输。公共运输也要看它的服务的性能跟它的价格，当然还包括它在其他对环境上的冲击。高铁就是一个好的例子，我们可以认同公共运输是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但是并不表示说高铁就应该要服务到每个点，或者叫做每个县市。何振南以附近观光区垦丁的恒春五里店机场为例，当初建立希望偏向交通平缓，不过虽然附近垦丁观光区运用有原是无法度支持。2014年立场停摆了后，因到即马甚至被叫做蠓仔机场。目前民航局同意搁延展2年，和屏东县府争取国际包机。准费未定，所以建议交通部针对无共款的所在规划出适合的公共运输，才是关键。记者综合报道。秘鲁昨发生规模7.5的大地震，至少造成12个人受伤，75栋厝毁掉，有超过220栋厝受到影响哦。真侪厝拢已经无法度住人了。政府是表示会来安置，会来协助安置这受灾户。这栋厝又个真厉害，地造真紧，土粉都不出来，阁会听到内底乒乒乓乓声音。附近居民发现有地动，拢向外口冲，惊吓之下，回头等一看，厝已经倒去啊。秘鲁北部亚马逊地区一边发生规模7.5地震。根据秘鲁国立地球科学研究所地震中心的资料，地震深度131公里，震央伫圣玛利亚德涅瓦镇以东差不多98公里的所在。规秘鲁北部甲中部拢有感受到。根据秘鲁国家民防部声明，超过210栋的厝受影响，81户已经无适合住，75户厝害去，也有7个在地宗教自会场所，甲2个国务中心设施拢害去，也有民众受伤。Pero usted no puede estar más acá. Vamos a llevarle a otro sitio, porque la casa está temblando, se va a caer. ¿Ya?
秘鲁国营石油公司长差不多1100公里的石油管线无受损，这个管线环过秘鲁亚马逊地区通往北部的太平洋海岸。另外，社群网络通报，中南部分地区断电，也有强烈地震引起的大石头放弃，长期的树啊挡在路无法度行。秘鲁在环太平洋地震带，全世界有85%的地震都发生在这所在。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高雄市为了要减少空气污染哦，所以减少帮外县市烧粪扫的量。也毋过传出讲有业者嘛是搁甲外县市的粪扫再来高雄。环保局是表示，会来成立废弃物调度中心，设资料库来比对业者的资料，要找出违法的厂商。焚化场外口也一台粪扫车踮咧烧粪扫。高雄市为了解决空污，当年拢咧减少粪扫，今年已经降到133万吨，明年准备搁再减少3万吨。公山甲人武的粪扫场也因为要减少征收外县市的输液废弃物，对外地清运业者是造成压力。跟事业机构这一端有签订合约，有涉及到履行合约的问题。末端的部分又没有去处，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清运这些东西哈，它这样子清除业可能面临到一个营运上一个很大的压力。输液废弃物无所在通处理，连带清运计效就对得起，打到业者免弄芳。若是有高雄业者甲粪扫场签约，通烧100吨的输液废弃物，敢若烧50吨，就通甲这个业者讲好，假做是在地废弃物，用伊剩的50吨的量来烧。环保局正就捌也着一件上班，等下设调度中心来检查，逐渐把这个产源的量建立资料库。那第二个步骤，我们大概会派员到现地去做这个查核。高雄市目前咧烧粪扫有1/4来自外县市，为了解决空污，市长陈其迈就话讲，家己粪扫家己处理，所以真侪县市拢未赴应变。环保署表示，会协调各县市先把这粪扫集中接蹲，先把它暂存起来，将来我们的焚化水的设施量能起来之后，我们再来去把它烧掉。那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去找看看我们快要完工的这些一般的事业废弃物焚化炉。环保署讲，后续会搁甲高雄市合商，但上根本的也是企业要对源头减少粪扫分类处理，和中央地方业者共同合作，多管管道适法处理，才有可能来渡过这个难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南北边海岸线最近30档哦，因为自然环境的变化甲开发，海岸线是退真济。也毋过水利署这10档来拢有改善哦，即马总算已经较稳定了，咱做回来了解。透过水利署的电脑监测，会当看到花莲市南北边海岸线为1980年代开始，因为兴建港口了后所产生的土地效应，再加上当年风台侵袭，海波往内陆退休，以往的防护工程拢是伫陆上抗肉站甲，一直到10年前改造兴建离岸堤防。即马海波消失啦，已经渐渐变完。民国85年的时候是海岸退缩最严重的时候。自从我们施作浅堤之后，从85年逐渐回淤，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回淤在南滨有超过70米，在化仁更超过100米。毋但沙坡转来啊，就连水面的生态也渐渐恢复，民众也愿意来遮休闲。好，这个工程得到中国土木水利学会的美观甲绿化优点工程奖。我们希望透过这种比较近自然的工法比如说用大块石、用缓坡化其实它的一个消浪消坡的一个效果不输于刚性的一个路面。那这样的一个方法，其实对我们亲近海岸其实有更大的一个注意。第9号船桥强调，花莲南北边涌滩计划为民国85年开始进行，到达已经开始4.5月，目前中线的沙坡平均伫75公尺，花景海堤的莲花尖堤，甚至和沙石引调，显示工法成功有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宝鱼河台登记活跃，去年已经有12000外尾了，嘛创新高。调查嘛发现讲，大假期的水效哦，正适合河台的生存，所以说把国家公园管理处总得伫遐放300尾。学者嘛表示讲，希望当增加河台基因的多样性，互河台当来适应各种无同款的环境。工作人员小心细致，把河台放落来，经过盘山过岭来到放流点，随后河台入到溪底。你开条可以绕进来，他跑出去了，跑就跑，
即届放流的水域是大甲溪水头分类碧绿溪，水温平均温度是10度到13度，食物丰富，栖地多样性好。水管自评估环境适合河台生存，离北头界放流381会河台，希望会当互族群愈来愈大。从这个点往上游也有6公里的一个环境，可以让这些樱花公母龟在这边繁衍。当然，它往下游侧往宜山方向。到时候也会跟合欢溪汇流。水管处表示，在长期放流服务之下，去年族群来到12000多尾，是有史以来上济。其中7家湾溪已经达到5000多尾，合欢溪还佫落叶尾溪的族群也渐渐增加，成效是真好。不过学者认为讲，虽然各流域的族群渐渐增加，不过也是要建立第2代、第3代亚族群来增加基因的多样性。不同的这些流域之间溪流如何能够让它们能够串联在一起那可能比如说包括用拆坝的方式啦，或者是用人为的方式然后来促进它们的交换。我觉得这是下一个阶段我们应该做的。林行座表示，目前族群数量也无够济，除了要继续放流保育以外，各流域的亚族群生团了后，也会透过生态走廊串联水域，达到互相交流，打破基因限制，增加多样性了后，规个族群才会当愈来愈济，而且会当增加环境的适应力。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柳丁的价格是比英国较悬哦，市场的批发价1公斤已经24块咯。花莲县政府的农业处是表示，其实种柳丁的面积拢差不多是1500公顷哦。也毋过今年因为领芭乐木瓜收成无介好，柳丁的需要就有增加，所以价格才会起。来到柳丁园巡视，这柳丁近期陆续拢会当采收，但是由今年中旱灾和气候影响，导致今年的柳丁产量小可减少。再加上近期水果、芭乐和木瓜失收，柳丁代替需求增加，予今年价格比往年更加悬。某部分的果农有转种的意愿。有听讲啦，但是数量无济。数量无济，咱因为阮这不正常，咱本来就拢每一年农民拢会轮作，所以拢有一部分本来就要种的。伊迄毋是讲增加，但是照我所在，阮遮无增加啥物，因为阮古坑乡的迄个。黄粱病足严重的。根据文管府农业处统计，这几年来原年柳丁种植面积维持在15公顷，但这几年因为病虫害，果农将部分的果树重新种植，控管数量。但今年因为气候减产，价格提悬，该因此让农民转进柳丁，佫需要来观察。因为柳丁之前可能柳丁有一些病害的部分所以他们其实有一些那个柳丁树是有把它做一个重新栽植的部分。这几年看起来柳丁并没有说一次就每一年就增加很多啦，没有，因为它不像高丽菜或什么可以短期作物，它这个是要种一段时间的。农业处表示，去年柳丁每间平均供应北部的批发市场大约50栋，但今年每间只有剩37栋，造成量少拍卖价格提悬。地方政府嘛透过加工业者一直来收购，希望透过这管道来帮农民增加收入。记者为您报道。传出台南市北门的蚵仔，去年底因为受到天气影响今年会当收的蚵仔只有一半。也毋过，虽然产量减半，价格煞甲以早同款一斤大约是160块到180块左右。农民是讲因为即马市面上有真侪蚵仔，拢是越南进口的，是真竞争。农民将蚵仔一粒一粒挖出来，这寡蚵仔是真大粒，佮饱甜。不过事实上，今年台南蚵仔产量煞是减一半，主要就是受到白月气候影响。无雨水，无雨水引起咱的海水咸度上过咸，上咸的时阵就是第一就是迄个咱的迄个成长的迄个成长慢，第二愈慢来，以后就引起迄个无理的死亡。产量受到气候影响减一半，台南北门区佮传出去年底钓蚵仔的比例比正常佮减一半以上，嘛致使产量减少。好佳在今年发现分林大洗钓蚵仔的情形真好，农民嘛期待今年北门的蚵仔数量会当恢复正常。因若同款伫台南安南地区钓蚵仔的情形煞是无问题，主要就是因为区域无同。今年还好啊，今年还好，附着率是比去年还多一点啦。
就算产量减少，产地价数煞无提悬，一台斤大约是160块至180块。主要是因为台湾现阶段产量少，市面上得用进口的蚵仔来补，所以价数同款是真稳定。针对产地价数的问题，农业局表示会辅导渔民挑选源头，也是产销利率，来甲进口的蚵仔做分别，通好提升产品的竞争力甲价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汤圆的东门国小学校内底有一栋86栋历史，是日本时代的校长所写，保存了真好哦。汤圆市的文化局嘛决定讲要甲伊登录做历史建筑，嘛准备要甲伊整理，搁再利用。外观保持日本建筑特有的编织啊参阿摩图壁，这间稳装伫汤圆区东门国小内，充满日本风格厝，是有86年历史的日本校长所写。已经通过文资会审议，登录为历史建筑，也加做汤圆北区唯一登录历史建筑的国小附属日本所写。一方面，它见证了整个学校发展的历史，像东门国小的日式宿舍，它有86年历史。那因为长期一直供校长跟教职员居住，所以维护的情况是非常的好哦。行入厝内，规间厝用檜木打造，片会到檜木的旁开。砖仔壁也贴甲真整齐，就算是经过日治战后到即马，内部空间的坐式房间顶同款保留真完整。登录历史建筑之外，文化局也请厂师采用修具、像具工法修复，佮加以活化。后续会由文化局协助学校进行相关的文化资产保存法的程序，包括修复再利用包括相关的这些规划设计我近茶头起的校长宿舍，也有一间白色建筑，战后兴建的教师宿舍。东门国小希望两间宿舍同齐活化利用，作为校史馆甲自然教育馆。文化局也规划串联汤圆文学馆、77艺文厅甲新住民文化会馆等历史建筑，加做文化观光特色的廊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家卫生研究院上新的研究发现，讲得失智症的阿兹海默症会较容易患着武汉肺炎的病毒。这嘛是全球头一届发现，讲阿兹海默症甲武汉肺炎的病毒有关系哦。咱做回来了解。国内新冠病毒研究阁有重大发现，国家卫生研究院发现，失智症大宗的阿兹海默症主要病理特征以形类分种两倍。A 贝塔1 42会加速新冠病毒感染，佮增加甲发炎反应相关的白细胞介素6IL6的表现，可能会提悬染疫风险。这是全球第一摆证实阿兹海默症甲新冠病毒感染的风险有关系。阿兹海默的一个病理一个蛋白叫 A 贝塔，那特别是1到42号，它会跟病毒的蛋白，就是棘蛋白，会有一些作用。研究团队表示 ，A 贝塔1 42代表有42氨基酸伫体外实验发现 ，A 贝塔1 42不止沿甲新冠病毒表面的一两倍，尤其是 S1 两倍结合，而且会增强 S1 两倍，甲宿主受体血管收缩素转化酶质，简单叫做 ACE2， 进一步增加感染风险。不过，若使用新研发的 A 贝塔抗体了后，动物实验发现，鸟鼠大脑代谢延缓的现象应被压制，不得抗应加做未来研发药物的方向。综合 A 贝塔之后，它就可能因此而减少跟 S1 protein 的一些结合，所以在血液中 A 贝塔代谢就会不会被 S1 protein 的影响。研究团队证实，这项研究成果依然要去证实动物甲人体试验是毋是有同款的结果，而且病毒株是毋是甲亲结合也是一个问题，拢需要科学界斗阵找出答案。希望未来能发展出药物或者是治疗参考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前中研院院长洪启辉今年9月份得到国际上正重要威尔士化学奖哦，伊嘛是头一个得到这个奖的华人科学家。洪院长最近返来到台湾，今仔嘛去立法院来接受真后任3位立法院长的恭喜。
政府无伫镜头前露面，将中研院长王启辉得到威尔士化学奖，到今3个月过去，离到伫立法院露面，包括立法院长尤锡坤、顶立法院长王金平、苏家全等人3人院长全都出席到场祝贺。3位院长而且都很帮忙也安排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让我非常的感动，再次感谢。3人立法院长难得同齐，王启辉表示欢喜甲感动。伊当年钻研化学研究，伫糖科学的领域有重大贡献。毋但是中研院士、甲工研院士，搁较核算世界科学院院士等成就、学术成就，国际出名。2014年赢得沃尔夫化学奖，2015年英国罗宾逊奖，今年搁得到威尔士化学奖。翁启慧会长要对他表达诚挚的恭喜，不但官司在2年前后判无罪。今年3月10号，监察院再度厘清，认定翁会长没有财产申报不属。王启辉伫2006年担任中研院长，也毋过伫2016年加入破定案。虽然最后协判无做定案，也毋过因案失去院长的职务，即摆阁得到国际威尔士化学奖肯定，加做华人科学家的第1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前婚姻国掌中剧团今年升起小结业未眠，改编自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特别找婚姻在地打击乐团来合作，想要做出创新，而且大人囡仔拢爱看的布袋戏，咱嘛做伙来看卖。哈哈，小玉，你穿梭时空来家想要做啥？我要找到爱与勇气。布袋戏要安怎互大人囡仔拢看有咧？正婚姻最拿出身的前婚姻国掌中剧团新编年度大戏《小叶夜未眠》，改编自外国经典《仲夏夜之梦》，剧情夹挂现代议题，找在地乐团合作演出，让互观众看到布袋戏无共戏路的创新可能。这次剧本呢，参考了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来做改编，而且呢，甲外国西洋真水流传几百年故事改编做适合咱台湾大小朋友对3岁到200岁观众朋友拢适合观赏的亲子儿童布袋戏。在做布袋戏的话，蛮多的是南北管的那个音效。那这一次呢，因为很多现代的元素穿梭到以前的元素，那就会有很多，看着稀有的样子，你要给予它什么样的不同的声音？因为完全是跟北管不太一样了，然后又跟我们雄壮的打击乐又不一样。前婚姻国新剧《小叶夜未眠》以囡仔的角度出发，讲无论伫现实也是网络顶受到霸凌，走入另外一个角度找出勇气的故事。这几年来，前婚姻国陆续改编济部的文学经典公演，尽力培养少年编剧。今年参加婚姻国际舞戏节金奖奖，也搁再得到最佳剧本奖的肯定。今年度也参与了国际偶戏节金长奖的比赛我们剧团也荣获了最佳剧本奖。这出戏呢嘛是改编莎士比亚的这个《哈姆雷特》所以其实阮真侪传统戏改编的这个西洋的故事，其实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对阮来讲就是一个真无简单impossible 的这个代志啦前婚姻国正拼甲打，差不多每1年拢会推出新戏，而且突出拢有得奖，受到观众欢迎。这回前婚姻国公演，毋但有12柜卖票演出，特别安排一场伫北港的文化中心。免费服务乡亲，就是望讲吸引到愈侪囡仔来看布袋戏，有新的观众入来，艺术才会当传承。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宗教艺术的风格是真多元哦。咱来去鹿港看泉州派的装笔，已经甲林间国宝是指挥学功夫真侪档的陈宗伟，伊真认真学哦。伊讲望讲会当甲苏师傅无形文化资产的精神，拢传承落来。新春的金身要经过警察粗批、大批开面、收工、抹粗纸、白身过纸、拍土地、砍切线、按金化色、栽手，每一个工法拢要经过师傅斟酌甲处理，才会完成一尊咱伫咧防晒神明。金身伊的比例、寸步，还是伊的形态，就是拢伫粗批时阵就决定好啊。所以人讲拍粗批是头手，因为这是关键伫规个作品的伊的成型。陈宗伟本地伫庙口大汉，对新春工艺真有兴趣。靠家己坚持，互文化部认定做人工国宝施志辉老师收起来做外省地主，传承泉州派装笔。
伫较早无新名衫抹伫外口的时阵，泉州派工艺风格就变甲真重要。伊的皮体扭裂、皮面切线幼弱个精彩，背出是绣线同款。加上先民东海内大金身的寸尺龙字卡卡，伫有限的面积顶头要顶起一寡工夫，有影是真无简单。泉州派伊已经是100年的系统啊，因为宗教自由关系甲多元伊的派别已经有足侪种的，足侪种了后，伊嘛有无共款的工艺，佮有现代台湾衍生出来新的装饰的风格，中间是无法度去比较的，伊就是无共款的水。伫即个时代一直咧演变，逐项代志拢足紧的，嘛足速成的，毋过真诶上困难就是保存甲保留。人讲台顶3分钟，大骹贵厝经。虽然有人间国宝甲文化部的认证，不过传承工艺生命是需要装不拉西，伫每一项作品顶头用心去呈现甲表达。透过每一项作品，甲泉州派气味的工艺，对着信徒雕拜，流传予万年久远。记者陈家豪综合报道。来看北京的冬季奥运哦，明年的2月份特别举办，和中国民众是真期待哦。张家口的初赛场嘛已经有比赛咯，有民众带一个才11个月大的囡仔，一个月学行，也毋过徛伫厨房顶头哦，就会晓出色，是真厉害，嘛真古锥。咱做回来看卖。看这个查某囡仔伊戴头盔、挂护目镜、甲手套，伊徛伫个厨师房顶悬半躯徛，独立来完成动作。这个查某囡仔伊的名叫做王无基，还未到这才11个月大，伊袂晓行路，煞会晓来出世咯。原本爸母是来到这个张家口的中礼区，想要讲学出世，互11个月大的查某囡仔伊伫2礼拜前就来接触出世。因为伊还阁无法度家己来控制方向甲速度，所以爸母会陪伴伫伊的身躯边来做护身导航。然后我们给它放到这个雪板上之后呢，这个它就会自己半蹲在这个雪板上，然后这个双手扑腾着这个小手去拍腿，然后发出这个咯咯的笑声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它并不害怕，而且这个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它是很开心的一个表现。张家口的分顶初赛场，顶礼拜六进行单板初赛越野世界杯，当局也有开放300个民众来参加。We were able to produce a huge amount of snow, and so we were able to define a really good course for a World Cup start. So we already had our first World Cup race yesterday. It was a really successful ski cross race. 北京冬奥会伫明年的2月初4至20这个期间来举行，到时有为世界各地来的这个2000外的运动员参加，各项的软硬体设施嘛拢会煞咧来展开测试，通来确保冬奥顺利来进行。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沙特阿拉伯一向对女性的权利有真侪限制，嘛引起真侪反抗甲批评。伫2018年，才互女性会当去运动场哦。当地两性平权的进步速度是真慢哦，也毋过最近哦，女性的运动员总算会当上场去比赛咯。最近嘛要办头一届的女性骹球联赛。女子骹球队的队员，大家围做一连，大声喊口号。沙特阿拉伯第1届女性骹球联赛就要开始比赛。沙特阿拉伯是全世界上大的产油国，也是伊斯兰世界内面上保守的国家之一。女性权益长期受打压，袂当参加运动比赛，又袂使去球场看比赛。هذا طبعا يعني أنا حققت حلمي أولا أنا وحتى حلم أهلي لأنهم هم دعموني مرة في هذا المشوار وهم من يعني كانوا أوائل الناس اللي دعموني حتى في المدرسة. 女性运动员伫社会被打压，出来人的支持真重要。伫最近，因为外界舆论甲王室主动改革，沙特阿拉伯对女性的限制慢慢放零。伫2018年，王室宣布妇女会当开车，也个去球场看比赛。Well, we are living here history in Saudi Arabia because the girls never played 11-a-side, s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and of course for them, full of passion and engagement and commitment to have this scene, and we want to play our first match, hopefully international match in February, that we have this experience for the first ever international match.Here in Saudi Arabia. 所国女子骹球国家队的总教练讲，国内女子骹球联赛只是第一步，以后希望会当出国比赛，目标是FIFA女子骹球世界杯。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
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